台南市南华区关山里是偏乡地区，居民不过200人，医疗资源不足。伫2天前，健保署每下开启药房宫，伫瑞丰国小新立社区喙康保健站。早上是我们学生，那下午就是我们里民。那65岁的以上的老人家，他们还可以有涂氟。那我们的里民到学校也可以接受比较完整的，包括龋齿的治疗，那包括牙齿的检查跟洗牙。健保署致力伫照顾偏乡居民的健康，署长施聪亮也亲自实地走访，除了关心学童的健康之外，也关心医疗物资。学童也送着卡片表示感谢。牙齿好漂亮，这个牙齿画得好像，好漂亮。为了方便当地居民看医生，健保署伫今年主动协调奇美医疗团队，每2礼拜伫关山里活动中心提供生活医疗服务，同时也结合台南市的资源，解决偏乡地区的交通问题。大家合作，让这个小黄公车也进到社区来协助这个我们的长者或者是居民要外出就医的时候更方便、更便利。那这个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对于整个社区的资源如何整合起来，那么从健康到生活到交通，那么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医疗场域将豆豆以居家也是社区为中心。健保署会持续照顾偏乡，实践健康老化在地老化环境。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